拼抢阶段。这会儿场上的这个争抢非常激烈。看一下场上现在哈萨克斯坦的6号哈勒伯利，哎，7号仍然是7号，佩热穆拜拿到了羊。好，裁判吹哨。现在由昭苏县代表队2号别克保松啊，今天给表现非常厉害的别克保松身骑青马准备主罚，但是好像换了他们的队友过来。3号努尔勒别克弯身减压，好，组织进攻，绕开了一名防守队员，快速的冲向了对方的场地，看看能不能摆脱这一名。漂亮，一个闪身，又摆脱了一名防守队员，要投篮远投，哎，让防守队员一个盖帽，杨掉到了篮筐下面，双方开始下一轮的激烈拼抢。我们看一下，杨已经被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1号拜先库巴尼西抢到了，做了一个大迂回，但是身边有一个防守队员是昭苏队的2号拜先，现在是8号加克希勒克拿着羊已经到了昭苏队的篮筐外围。1号拿到了羊，好，可能有一点点小意外，裁判吹哨了，大家稍事休息。可以看到今天观众席上观众非常多，啊，有来自全疆各地的马迷们，为自己喜欢的这个雕羊队送上这个祝福和欢呼，现场的气氛非常热闹。那么刚才的比赛，短短的开场1分钟不到，我们的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率先打开局面，获得1分，现在暂时以1-0的优势领先。接下来的比赛充满各种悬念。现在场上的2支队伍，中国新疆伊犁州昭苏县代表队和哈萨克斯坦代表队，他们现在目前的成绩分别是1胜1负。那么如果这一场的胜出者将进入到半决赛，跟 B 组的胜出者队伍进行半决赛的对决。比赛继续，哈萨克斯坦的队员7号捡起了羊，佩热穆拜，哎，在篮筐下面开始激烈的争夺。刚才尝试投篮，但是被防守队员干扰，没能投进去。
杨交到了8号选手加克希勒克，看看快速的冲向了篮筐，但是身边有防守队员，只能迂回一下，再重新发起进攻。看看有没有他的队友来接应呢？杨扔到了地上，他身后面7号佩仁穆拜，哦，拿到了杨，哎，1号，刚才是1号啊。好，中国招苏代表队的6号哈勒伯利拿到了杨，组织了反攻，非常快啊！前面没有防守，面对困难，看看能不能得分。投篮好，一个轻松的得分，迅速的把比分扳平到1比1。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反攻。画面里边可以看到，这是来自中国昭苏县代表队的5号选手塔斯根，是我们广受广大马迷喜欢的年轻雕羊手。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精彩，开场短短几分钟，比赛的成绩达到了1比1。那么接下来由哈萨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。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3号选手夏克尔准备，夏克尔第一次没有能拿到杨。好，夏克尔成功的捡起了杨，现在在队友的掩护下准备发起进攻。但是呢，身边有2个漂亮，昭苏县代表队的2号别克保松突然从身后冲了进去，把杨抢了过来，组织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攻，冲向了对方的篮筐，看看能不能得分。投篮好，在短短的2分钟内，昭苏县代表队2号选手别克保松率先再得1分，把比分领先到2比1，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反攻。别克保松刚才给我们上演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抢断。好，咱们中国昭苏县代表队除了有我们的明星旗手塔斯根，还有别克保松这个主力的得分手。现在哈萨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由7号佩仁拜准备组织进攻。我们看一看，好，杨已经捡起来了，在队友的掩护下开始寻找机会发起进攻。7号已经甩开了1名防守队员，身边有队友接应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哎，裁判吹哨了，应该是有个犯规。好，现在由7号选手佩仁拜组织进攻准备弯身捡杨。好，捡到了杨，看看这一次的进攻能不能再打开新的局面。可以看到场上他的队友，哎，空篮，投篮，漂亮！这个昭苏县代表队的5号塔斯根防守的非常及时。杨现在在3号选手夏克尔，哈萨克斯坦队的3号选手绕到外围重新组织，拉开空间，重新组织进攻。但是他身后我们中国昭苏县代表队的
伊尔沙纳提紧紧的在跟随防守。哎，到了边线，裁判应该吹了一个扑界。好，接下来画面里边可以看到，是由我们中国昭苏县代表队的塔斯根来捡羊组织进攻。好，羊已经捡起来了。哎，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的防守队员动作很迅速，但是这时候空档，一个很大的空档，塔斯根。哇，一个超远距离的远投，但是很遗憾啊，没有落到篮筐里边。现在羊已经被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1号选手啊拿到手里边，但是霍伊西拜，中国昭苏县代表队的霍伊西拜在奋力的抢夺，双方拼抢得非常激烈。哎，昭苏县的3号选手也已经上到前面去帮助自己的队友，他很小心啊，因为从后侧要是不小心的话，很容易造成犯规。哎，现在局面发生了一点点变化，哈萨克斯坦队的2号选手热亚提也已经在掩护，好，应该是出界啊，这一个拼抢从后场抢到前场，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拼抢，非常精彩，力量的较量。好，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1号贝先库巴尼西抢到了羊，开始往对方的篮筐冲去，但是防守队员很迅速的扑了上来，羊丢到了地上。哎，6号捡起来又掉下去了。好，现在是塔斯根拿到了羊，骑着他的黑马，快速的冲向了对方的篮筐，速度非常快。我们看一下前方有没有防守队员，能不能再得1分？准备投篮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投篮，好，轻松得分。塔斯根在开赛短短的上半场的1半不到的时间，连得2分啊，这个开始领先。咱们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3比1。好，可以看到塔斯根到场外去换马，领队在给他的马上镀带。今天塔斯根表现非常优秀。好，塔斯根翻身上马，跑回场地。那么接下来由哈萨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，双方的队员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怎样精彩的表现。1号拜先库巴尼西拿到了羊，来组织进攻，但是他身边有防守队员，哎，扔到了地上。2号现在捡起了羊，已经到了篮筐下面，看看扔给了8号加克希洛克，在对方的篮筐外围在绕圈寻找机会，哎，绕开了2名防守队员，准备投篮，但是被2号干扰，盖帽好，别克保松在关键时刻
做了一个漂亮的防守。现在他们轮流交换，杨已经交到了5号，塔斯根手上，塔斯根又拿着杨开始冲刺，看看塔斯根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次惊喜。哇！一个超远距离的投篮，但是速度太快，所以杨没有掉到篮筐里边。裁判吹哨。好，1号拜先库巴尼西拿到了杨，再次组织进攻。别克保松紧紧纠缠，在防守。哎，霍伊西拜过去以后，对方的选手把杨放到了地上。现在杨到了8号选手加克希勒克手上，发起了冲锋。旁边是霍伊西拜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分呢？冲到了篮筐下面投篮，哎呀，稍微差一点没有投中。好，2号热亚提翻身捡杨，捡到了杨，看看队友3号啊，夏克尔拿走了杨，但是现在双方又陷入到轰战的局面，杨在地上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双方的队员都比较含蓄，对抗呢并没有像上一场那么激烈。3号夏克尔拿着杨交给了7号佩热穆拜，来由佩热穆拜重新组织进攻。好，一个急转身换到了右侧，快速的来，哇，一个漂亮的远投，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挂住。双方在奋力拼抢。有个棋手掉下了马，但是没事，他又迅速的翻身上马了。我们看到现在，2号热亚提非常厉害啊！这个杨紧紧的拽在手上，控制在手上，没有被抢走。这会儿杨已经在别人手上了，看看谁拿走了，在奋力的抢夺。哇，杨都已经把皮撕开了，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激烈的程度。这个杨已经撕成2半了，可能裁判组要